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咱的台湾是世界当中的台湾，咱台湾队摕到这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一开始呢是互这外国媒体看无目的，到尾啊咱共摕到冠军。队长陈杰宪，还有这老经验的陈冠宇，比赛结束拢流目屎，伊也感谢团队做伙来创造新的历史。向着冠军颁奖台，咱的奥会会歌响遍东亚歌坛，台湾选手向世界讲无啥物无可能。踏实的走好每一步，然后我们走到了最后。我想要跟我老婆说，老婆，我做到了。当初答应你的，要拿年度 MVP， 但我现在是拿了世界 MVP， 这送给你，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总算完成战胜日本职业队的梦想，队长陈杰宪3届元虎，陈冠宇替补的郭俊霖，拢伫比赛了后大哭。可能是我没几次的中华队，对，所以很谢谢这次的年轻选手。有点回到10年前的21号，因为我们也是跟日本队连续打2场，然后一样是前一场消化式了。但我们那一场是输掉，但冠军赛我们一样是完封日本，希望可以跟10年前一样笑到最后。但我这些学弟他们做到了，让我有机会参与到世界冠军，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打中华队了。对，谢谢他们。少年球员虽然无大哭，不过也是真激动和感动。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因为感觉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梦，所以我觉得有点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打棒球都没有打过冠军，是从国小到现在，然后第一次冠军就是爱奇赛4场，蛮感动的。我也很对我们团队很感到骄傲，就是我们走到最后一天，然后到了最后一天还是拿到金牌这样子。平均年岁72.5岁，是这个守护队伍上少年是安怎做到的呢？牛棚教练王建民、大旗教练彭正明讲，啥物拢唔惊，团队凝聚力真强。大家蛮争气，而且投手、野手都将士用命。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真的打得太棒了。以前没有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就是看的就是非常开心，很感动。带新世代球员创关，加做这一届王者总教练詹福古讲，替球员感觉良好，证明应甲世界强的对抗。我们是有能力去竞争的，那当然，我们是接近人家强队的一小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颁奖典礼了后，不少球迷无离开对赛场底下的球员，一直喊Team台湾，见证球队世界高梯历史。相信自己全力以赴，中华队从不被看好到拿到冠军，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感动。而这也是中华队睽违32年一级国际赛事的首面金牌。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2024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代表队摕到头一座的冠军。比较这奥模式呢，总统府和文化总会会伫明仔载下晡3点20分举行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对开道出发去到总统府。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也会亲身迎接代表团。不好意思啊，那个同一面副冠军，但我们得了世界冠军。台湾选手摕到2024世界棒球12强冠军，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实行恭喜，每一个选手会当根据国光体育奖章得到国家颁发的700万奖金，并依个会比较奥运模式，伫总统府接见台湾选手甲教练团，各举办英雄游行。我也会在总统府用3军仪队架起剑门。欢迎你们凯旋归国！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会伫2日下晡3点20分上场，为卡拉吉兰大道公园路口出发，经上勇路挖入去关前路英雄谷，再过倒挖中孝西路一段南平、中庆南路一段，一定3点50分到总统府。沿路会设8个天道，发放专属的旗仔甲国旗，各有2位乌烟站迎接英雄车队。其实我们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大概不到72小时，希望说能够让这些台湾英雄
感受到我们感谢他们，那也让所有来参与的沿线民众呢，可以用这个他们的热情去回应他们在球场上面的精彩表现。游泳车队内底，国防部会派出有城市彩绘涂装的新型亚进化卫车，播放乌烟曲，活动原来的专程直播，袂当到场的民众原来当伫线顶参加。最想要看谁吗？队长吧。然后队长比较帅，陈杰宪吧，蛮帅的，很难得赢日本，因为就中职的日本可能要28连胜这样子，所以他们蛮辛苦的。12强提冠军创造历史，精彩展现奋战精神，嘛，互台湾2300万人团结起来，互台湾骑上世界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盐公司前董事长陈启玉牵涉到供电弊案，11月初一记亚定无出现，台南地检署初时发布通缉。今早起10点的时阵呢，这陈启玉含律师家己去到台南地检署报到，检察官问话了后，已经向这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顶个月24号，检方声押落被请回，不过赛后刷失联，互通缉的台盐公司前董事长陈启玉，2午10点外由律师陪同到台南地检署报到。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诚信被告涉犯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第3款特别背信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及串供之余。依法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陈启玉获指控技术就执行绿电的业务，甲公地业者共谋诈领违法的情项，致使台盐损失有11亿。南检顶个月22前往台电总部等32个所在进行敲锁，并且约谈陈启玉、台盐事业公司前总经理苏坤宏等34个人到案。台南地方法院11月初1中开羁押庭的时，陈启玉煞下落不明。如今消息20多天了后现身，地方的民意代表反应无同款。很多人的质疑，包括我的质疑啊，就是说陈其仪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就到最后就是他一肩扛了嘛，哈。但是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些钱呢，去哪里了？这都必须是不是把钱也藏好了，都交代好了？那变成他是一个人来扛，怕说再查下去呢，衍生更多的事情出来。躲匿了25天之后才来投案，那其实我们民进党团还是予以谴责，但我们也希望陈启玉接下来可以勇于面对司法。那当然，检方跟院方民进党团也呼吁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未来如果有必要需要羁押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该押就押，该办就办。南检证实11月初4发布通缉了后，检察官随发函予外交部注销陈启玉的护照，所以安尼陈启玉失联这段期间并无出国的记录。原来伊涉案的经济到倒位，是毋是还有其他人牵连，也拢是检方清查的重点，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新上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今仔日上任，伊强调，这劳动部是守护劳权的第一线，而且针对着霸凌案件回实例，答应会积极处理，袂互这职场的霸凌搁再发生。不过外界也质疑讲，2月伊就知影这霸凌案，但是拢无被处理。洪新汉是解释讲，伊敢若知影前分署长谢基用的不当管理行为，敢若会当向这劳动部反映，也搁提醒无食案的问题。代表劳动部向离世的同仁，还有他的家属，致上最深的歉意。劳动部下面的机关标出当前行底路工课场霸凌的证据，新任劳动部长由民进党的立委洪新汉接任，将台搁在行底回实例，也强调以后劳动部袂干那是守护劳工的最后防线，是正做维护劳权的第一线。原来外界质疑伊早就伫今年2月就听讲前分署长谢基用的作为煞无处理，洪新汉讲迄阵无行政管理权。我听闻到的是谢宜荣前分署长普遍性的这些不当管理，并不是无性公务员的个案。当时的我是一个立法委员，手上没有行政权，反映跟提醒以后，没有能够真正改变，其中必定有一些官僚主义在阻扰。洪新汉讲，家己2月第1个工作日，头一个行程就是前往北分署向同仁加油，原来上任上优先的工作，就是不清楚霸凌案的头尾，并且提出改善的作为。因为新北的地检署已经进场来侦办，事情涉及到是不是哪些部分会有刑事责任的问题，所以检方请我们暂缓内部的约谈，我们会来跟检方
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厘清。对劳动部长部长柯明春和民众党立委也康讲，动用就业安定基金356万的预算办演唱会。洪世汉讲，观感不好，该查的查。让外界观感不佳的做法，应该要严正的检讨，有弊端该查就查，未来不该再发生，我们就不会让它再发生。对行政院长杜英台交代的3大任务，稳定劳动部的士气，推动周一的工课场文化，甲制定符合国家甲人民法典的劳动政策。洪世汉强调讲，互工课场的霸凌未搁发生。后礼拜立法院卫生环保委员会会安排洪世汉专案报告，若未搁预告讲29会成立调查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地检署抓到一阵非法的中人，因是带台湾民众去到中国换器官，其中一个姓陈的外科医师，佮捌伫咧中华一间病院的器官移植中心遐做过，因此中人是安排10个台湾民众去到中国病院去遐换肝换腰子，收人差不多是300万到750万不等。不过大部分的人去换了后呢，拢干那会当换2年到3年尔。检方也甲这阵人提起公诉。镜头前面悄悄捌伫中华某一间病院器官移植中心任职姓陈的外科医师，甲医疗团队欢喜翕相。不过，中华地检署2年前接到检举，伊牵涉到假死的同伴非法中介10个国人去中国的病院进行肝脏甲腰子移植手术。今年5月，陆续躯体到案25件件，以及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全部提起公诉。被告等5人涉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2条、第16条。有偿中介器官移植及银行法第125条非法办理汇兑业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陈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6年。检方表示，每一个病患肝脏移植开500至750万，腰子移植开300至350万不等。大部分的人存活时间煞干那2-3年，有的甚至移植失败死亡，也是回国1礼拜内就过身。姓陈的医师当时伫咧任职的病院正式有启动内部调查，认定姓陈的医师有违反医学伦理的义务，所以伫2020年6月都无续聘。其实，在2020到2022年之间，我们医院也有启动内部调查，它是多次没有向院方报备就到那个器官来源不明的那个中国我们是在有违反医学伦理的疑虑之下我们才决定那个时候才决定不续聘。台湾国际器官医学关怀协会强调，台湾当年差不多有100至300人去境外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因为器官来源不明，患者会面临医疗法律甲道德等真悬的风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地区都是使用一些死刑犯、良心犯或者说像是法轮功学员或是维吾尔族等所谓政治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器官来源所以它不仅仅是违反了器官不应该买卖的原则同时也可能涉及到更进一步的反人类罪行。检方批评姓陈的医师违反医学伦理，介绍费就赚1482万。2008年，就捌因为违法移植器官，互人送电解，煞唔知悔改，也继续违法行为，所以具体求刑6年，其他4个人求刑3年，个扣押以及申请没收不法所得2037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这车拢甲密密麻麻，唔知是安怎驶的吼。今下晡1点左右呢，伫高雄中山四路和平和东路路口发生这运钞车的车祸。这运钞车呢，先去弄到分隔岛，搁再弄到对向的拖拉机。规台车的车头是拢甲密密麻麻。这车顶2个人加在是无性命危险，也因为这台车顶呢有现金300-400万，警方也赶来现场戒备。救护车驶伫车真多中山四路，到位时发现运钱车坏过2个车道，挡风玻璃拢破了，司机这边的车头规个拢冒落去，车顶有2个人掉伫内底。风救出来时阵，现场的司机已经唔知人了。公司派来的，对。那现在我要把钱，我们物钞把它转到另外一边，对，先搬上去，然后你们再慢慢。25中道，运钱车原本驶伫对向车道，敢若是失去控制，出过分隔岛了后，冲入对向车道，结果互未符的闪的大货车直接弄到，由车顶也有300-400万的现金。警方伫现场介护，一直到保全公司另外派其他的运钱车来。张姓驾驶人驾驶保全运钞车，行经该处北上车道，疑因失控打滑，跨越中央分割岛，撞击对向由余男驾驶之连结车。致张男及乘客陆男受伤送医。另外一台运钱的车用上紧速度加现金载走，以免发生治安的事件。警方讲，大货车甲这个运钱的车司机拢无酒精的反应，事故原因也调查。
比如讲车顶2个人拢无生命危险。不过这市场的司机脚骨头长期较严重，家属想要转移来治疗。另外一个到院进前人是清醒的，只有司机有车伤，详细轻伤。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即马诈骗集团是愈来愈奸巧哦，竟然出现这连环诈骗的出头。有诈骗集团假做是亲人甲民众骗钱，过无几工，佫卡来假做是银行的行员，讲这民众的口罩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叫民众卡165还诈骗专线，想袂到迄边卡过去接电话是假警察，也是这诈骗集团的人，害这个民众拢总互骗超过2000万。接电话接袂离，165反诈骗的电话伫咧第一线把关，替民众分析敢是落入诈骗的陷阱。加做掠诈骗重要的单位，即马算加做不法集团计中价的一部分。接到诈骗集团假冒成银行专员打来的电话，说你的账户涉及了诈骗，那请你在通话中直接拨打165，反而遭诈骗集团转接到他们的同伙，假扮成的假检警那边，假检警在向他宣称说我们侦办过程中需要扣押财产或者是监管账户之类的。被骗去的这个查某人，因为相信诈骗的电话，把钱借予假的亲戚朋友。诈欺的干部过无几工，又搁假做是银行的行员，恐吓这个受害者，讲伊的口罩去互警示，要求通电话过程都唔通挂断，直接输入165，转互警方来处理。规关诈骗的手路，落尾手2000万去互这个诈骗集团怎摕过手？上阵司机甲窗仔门拍破，掠这个车手，诈骗的手路是800款。另外，警方阁查到一件假投资诈欺的案件，不过煞伫咧掠歹徒的行动当中，脚甲手无细致受伤。我们就阻止他那个啦，继续打档之类的，然后把钥匙抽开。一开始就是一样加入来，我想说我就是多学一点知识嘛。那他说，其实老师的专长是在黄金。做工课拍拼规世人，退休了后真介意学习。这个哄骗胜利的负责人，伊一个无注意就去互骗大耳，差一点伊欠的钱都拢了去。即马假投资、假警察，甚至是连165，都变做是骗人的步数。国内诈骗犯罪情形也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11月1到23，伫咧市场商圈附近，民众若准摕现金100块，就会当换一张价值200块的不条券。想袂到排队的人伤过济，影响到交通，颠倒引起批评。市政府表示讲，未来会考虑到这活动的场地。民众排甲落落长，拢是为着领台中市不条款。警察局21号起，连续3天伫咧各大市场、夜市商圈发放不条款，吸引真侪老大人一透早就前往排队。这领条是排甲落落长，也造成真侪乱象，包括民众占位、妨害交通、甲噪音本数的问题。排点外钟呢？点外钟？你8点半啊，我头7点外啊去排，啊，我就早一块椅啊来坐啦。一般是买菜的人，啊，我是陪太太来迄落。所以我对那个不是没有兴趣。台中市最近2年分5批来发放不条款，民众摕100块的现金兑换200块的券，会使伫咧指定的点头消费。民代批评乱象一大堆，排队造成其他的点头出入困难，而且因为领不条款无记名册，出现真侪不断来领的状况。经济效益有限，所带来真多的社会成本。噪音，那甚至造成一些民宅店家出入的不方便，所以这个都可以显示出台中市政府在规划布条券的发放，应该要有更完整的配套。如果说有些场地不适合，但是我们都会再去调整，去比较找附近比较合适的空旷的地方去做一个发放啊。警察局表示，5批活动总共是发送145万份的不条款，预计会使达到3.5亿块的经济效益。进前前4批不条款回收率是100%，希望会当活络经济。另外发放的时阵，确实有造成部分的乱象，未来场地会一并列入考量。记者台中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继续伫咧战，不过有风声讲以色列想要和这民主党来停战，但是这停战协议目前是超袂好势。真主党伫当地时间24日再发射250粒的火子弹，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军事基地，还有萨法德，造成6个人受伤。那以色列是反击，对黎巴嫩的贝鲁特发动攻势。
阿扁执委会副主席布雷利二是访问黎巴嫩，甲黎巴嫩的看守总理米卡提甲国会议长博瑞会谈。美国政治新闻网 Axios 最近伫社群平台 X 报道表示，以色列有意愿甲黎巴嫩真主党照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做协商，也无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用以色列官员的消息讲，暂时双方对协议内容意见无同，佮需要解决，互布雷利敦促双方赶紧接受提案。We must pressur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aintain the pressure in Hezbollah to accept the U.S. proposal for a ceasefire. This was agreed. This proposal is pending wit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Israeli government. 布雷利佮表示，后面会提供2亿欧元支持黎巴嫩的军队，嘛敦促黎巴嫩赶紧选出总统，结束国家2党内的权力真空状态。只是伫双方也未达成停火协议，真主党就伫当地日时向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军事基地加萨巴德发射250粒的火箭弹，造成6个人受伤。这个袭击是真主党对以色列上大规模的行动之一，目的伫保护以色列2杀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将近100人的死伤。对以色列嘛做反击，同一天空袭贝鲁特南部郊区，差不多12个真主党的指挥中心，这是其中一个所在，实际上是黎巴嫩军队的基地，造成1名士兵死亡，18人受伤。和以色列军方嘛向黎巴嫩政府回事咧表示遗憾。而以下甲以来的冲突，嘛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国内发生1名以色列籍的28岁犹太教的拉比科干，等于是犹太教的智者，甲进行领袖，互人捕杀。אני שולח גם בשמכם תנחומים מעומק הלב למשפחת קוגן. מדינת ישראל תפעל בכל האמצעים ותמצה את הדין עם הרוצחים ושולחיהם. איש מהם לא ינקה. 外国媒体报道，科干是伫伊失踪日时，互人发现伊的遗体。暂时当局已经逮捕3名嫌犯，不过暂时无公布嫌犯的名甲身份。而根据科干的官方网站记录，伊是伫杜拜互人绑票。广西新闻台是唐炳玉。针对1950年代到60年代，加拿大警方开枪弹死上千只的雪车犬，害因纽特族的原住民生活出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代表当地时间23伫一场仪式顶悬呢，正式把这因纽特族的族人会师礼，也把新台票才开始10亿4700万当作是补偿。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all Canadians, I am sorry.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us. 这是加拿大政府第2届为着台洗车犬的政策，向因纽特原住民族人会师礼。顶一届是2019年，向住伫搁较北边的巴芬岛的族人会师礼。这届会师礼对象是住伫魁北克省北部努纳维克的地区族人。关系北美洲原住民用哈士奇等品种的狗仔来游戏车辅助拍拉掠鱼，这生活需要的文化起源并无定论。啊，不过伫北极圈地区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指出，因纽特族人的生活中正倚靠洗车犬，不过唔捌甲狗仔绑起来，所以造成原住民甲白人等其他族群的冲突。加拿大政府伫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下令警方射杀洗车犬，致使一寡因纽特族人生活失去倚靠。原住民族人指出，这文化冲突伊的背后意义代表欧洲殖民主义者因的骄傲甲偏见，互族人到尾都要放弃掠鱼拍拉游牧生活，变做甲别人同款的定居民族。加拿大警方伫2006年的调查时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大众安全的必要行动，警方无任何疏失。It's going to go some ways to help the people that need the help, especially the elders that are still alive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families that lost their dogs.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原住民族代表是认为，这唔那是台洗车犬。政府强迫因纽特部落迁徙到定居形态社区，让族人离开故乡，放弃传统的生活。魁北克省政府捌伫2011年向卢纳维克地区的族人会师礼，这届是当地原住民头一届得到联邦政府会师礼甲补偿。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甲完这种气体会造成气候变迁，不过恁敢知影讲，这一只牛一年排放100公斤的甲烷。美国加州大学地维斯分校教授当咧开发一种会当改善牛胃肠内面的这菌的一款药啊，要互因减少排放甲烷。
研究人员甲长长的讲啊，对一只2个月大的鹅仔喙内顺入去胃内底，结果对伊的瘤胃内底抽出水样的样本。瘤胃是翻草动物头一个胃，因食入去的食物会伫瘤胃内底互微生物分解消化，无法度互牛吸收的副产物就变做氢气。科学家就是要利用这样本，研究甲氢气转换成做睾丸的微生物。因为睾丸袂互牛只消化，而是伫即个拍下排出来，所以讲科学家目标就是要开发改变牛只肠道菌的药丸，互牛只排放更加少，也是根本卖排放睾丸。The whole idea or the goal is to change the microb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ifferent microbes. So think of it very similar to when you are eating yogurt, for example, you are changing the microbes in your gut. 一只牛每年大约排放100公斤的睾丸，而且睾丸会用伫大气中存在12年左右。科学家讲，因讲全球一半气温升悬是因为睾丸。虽然科学家无度规气移除牛只胃内底产生睾丸的细菌，所以讲一方面互因食这个含海藻的饮食来减少睾丸的产生，更加希望经由基因的改造对源头来阻止产生睾丸的细菌。We have teams at Berkeley that are developing techniques to include CRISPR system into the microbes. CRISPR-Cas system has been used effectively in humans, in plants, large animals, but not in microbes. 研究团队就已经得到7000万块美金，大约代表23亿个资助，并且伫这7年内得到进展。科布雷布讲，因长期以来研究影响植物发展的方法，反对减少食肉类来拯救地球的保育，因为这口号无得甲对已开发国家健康的大人有效。也毋过新兴开发中的国家，像是印尼，5岁以下囡仔有生长缓慢现象的大约占20%，因正需要加食一寡肉类甲零制品来改善健康的状况。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台湾队长陈杰宪，这届是摕到 MVP 上有价值的这个球员。14年前呢，当咧读高中的陈杰宪呢，家己一个人去到日本读册，希望有一天会当拍入去考试验。到当时带着咱台湾队摕到世界冠军。伊国小母校的教练也学到伊，讲伊自细汉就真拍拼，有领导的班。19年前，读高雄中正国小的陈杰宪和队友翕相，后壁摕国旗的人就是伊的爸爸教练陈建章。高雄中正国小是陈杰宪的母校。除了教练爸爸以外，捌甲指导8年的总教练尤新平就讲，陈杰宪自细汉就真自律，也勇有心，以队长身份带领球队摕到冠军，也顶起伊对细汉就真定着具备领导能力的特质。他一个很善良的小孩啦，昨天哭他也是释放他的压力啦，因为代表的台湾太多人在关心这个比赛。陈杰宪这届摕到12强 MVP， 佮得到打击王最佳外野手、最佳防守球员4个个人奖项。14年前，陈杰宪伫台中读高中休学了后，去到日本冈山共生高校读册，希望踏入去日本的考试院。公司独家采访，迄当时真少年的伊是真清楚家己的目标。我高一的时候在三民高中打到联赛打完，我就退学，然后跟着自己练球，练到4月份刚好来这样子。去到日本语言适应问题，陈杰宪虽然无进一步踏入去日本职棒，但来到台湾了后，捌伫咧台电棒球队拍球，目前是统一赛外野手，也真愿意互学弟一寡指导。他就说叫我们练球要认真一点。我也会努力练球，永不放弃的精神，随着他的脚步迈进。投手投出去的守备员的反应力。看到学长陈杰宪为台湾摕到冠军，学弟也讲要拍拼练习。学校表示未来若准有机会，也邀请陈杰宪回来母校和学生分享。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后壁路照政治大学来实行7天的拒载教调，这为了安全内面是无装证据的，这也毋是头一届伫咧校园内面进行教调。官方表示讲，为着要让这部队惯习到这户外作战，因必须要安尼来做。身躯顶的物件互真少安检，再搁甲手机放入去市机场内底，接到教调令的后备军人陆续报道，开始7天的训练。不过地点引发关注，因为这是军方头一届租用台北市政治大学校园部分空间。原地政大演创大楼的教室，如今是设野战的布棚、野战的浴巾等生活设施。边摆互调员专长鉴定的陆控、迫炮、机枪、步枪等武器装备。
但是为着安全，全部无弹药。稍微有点紧张啊，毕竟没有参加过教招，第一次听到说是在学校的后山举办教招，我也觉得蛮新奇的，特别期待打靶这个环节。我觉得是有用的啊，就是稍微让大家回顾，让一些男生回顾一下当兵的状况这样子。根据了解，这个调训的单位是步工营，其中一连伫正台施训大约100人。军方指出，9条的行军路线，敢若伫正台后山的范围，未有伫校园行军的情形。也强调，这毋是第一届借用校园，主要是考量到防卫作战的需求、城镇战地形的因素。因为自2022年开始，9条改采用现地报道、就地施训，互部队更加习惯室外作战。任何教导的任务都会依照我们战备的一个需求啊，考量这个整个作战的地形线等等，让后备的教招员可以结合地理上熟悉的地形地物来发挥这个守备的效果。考量到这个政治大学靠近山区的特性，所以有不同的这个集训的目的。军事专家也表示，亲像北约等国家后备动员也捌用过大卖场仓库等情形，透过民防甲国防进一步的整合，强化整体国防较有春秋，来发挥更较大的防卫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斯里岛邦这款建材叫做石棉，伊的地感的，全台湾也有24万间旧厝，也搁伫咧使用。亲像高雄呢，这3道离风台过后，提出到这斯里岛邦的清运补助案件增加到500多件。环保局也要提醒讲，斯里岛邦这款材质上好换掉，才袂去损害到健康。环保局甲拆除了后的石棉建材，装做一地一地，用货车准备送去处理场。今年高雄市申请清运废弃石棉的案件，原底才300件，经过3道日风台的算档，统计到11月已经超过500件。不过根据环境部的统计，高雄市目前还有3万间有失力度的旧厝要处理。迄较旧啊会漏水啦，拆个我换来安尼啊。可能要超过20啦。这个石棉屋顶好像不太健康，对健康有疑虑，正好也想换的啦。石棉建材因为有防火功能，而且介轻，早期有真侪厝拢有伫咧使用。不过 WHO 已经把石棉列做一级致癌物，台湾对2018年嘛开始禁用石棉。目前全台湾也有24万间用石棉的旧厝。希望环境部补助民众清运处理失力度，民众申请的意愿并无悬，因为爱请工人来拆，佮爱起新的厝顶，爱开袂少，简单补助处理费要是无够。风吹雨淋的时候，难免它的石棉纤维会跑出来。那我们居住在里面，室内空气的话，会常常对我们的人体还是会有一个慢性的影响啊。如果说发现有破损的情形，还是建议赶快及早拆除。针对3万间失力度旧厝，高雄市环保局开始寄通知单，也提醒失力度袂当当做一般垃圾，爱互专门的处理场处理。民众准若要拆、要起新的厝顶，嘛爱提出建筑申请，才符合规定。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嘉义县是老人上介济县市，而且人口外移严重。不过，即摆有一寡少年人愿意回来到故乡创业，有人推扫到社区营造，有人结合农产品伫咧卖咖啡，伊拢是希望透过家己的专长来改变故乡。利用村外的花材举办课程，互大人甲囡仔动手来培养生活的美感。嘉义县的当朝有一间花店开伫渔运的边仔，为着要互人来了解这个所在，头家就用社区营造的概念，举办活动介绍家己的故乡。一开始会烦恼讲会做袂落去无，因为遮人口无安尼济啊，你看嘛，需求也没有这么无像台北也是市区遐尼济，啊，毋过就是。互人感觉讲，虽然讲这是真卡，毋过嘛会当有一寡水的物件会当你来咱遮。或者少年朋友会感觉，虽然是真卡，但是有一点仔好理起来。除了当朝渔运的花店，鹿草乡嘛有少年朋友甲将近62年的老茶厝整理做咖啡店。高雄民雄的往来，伊伫个生水，鹿草在地米甲做的米芳摕来做饮料，要互专工来遮啉咖啡的人会当感受家己在地的气味。用家己在地的物件去做，会当互别的县市的人客会当
更较熟悉阮家己的产的物件呢。鹿草这个地方虽然它很偏僻，然后因为这一间店，所以带动了附近的观光，所以觉得非常的特别。嘉义县的一寡偏乡只有传统的农业甲渔业，人口老化甲外移的状况嘛影响到地方的发展。少年朋友回来故乡体现家己的功夫，结合地方创新，用因少年人的方式，希望互庄脚有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联合国环境大会对2月开始伫咧韩国举办全球塑胶公约第5届的谈判。环境部为着要了解这内容甲进度，有派人去现场观察。针对着2030的减少塑胶目标，环境部表示，这目标未改变。那准有这公约有明确规范呢，会配合公约来调整政策，也会辅导民众。不管是海洋也是山顶，这几档上在看到人类制造的塑胶粪扫造成自然环境的负担，停止塑胶造成污染，正做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所以联合国环境大会自2022年开始，就启动全球做伙来讨论制定全球塑胶公约。11月25到12月初1是第5届的谈判。各国有些减量政策，可是缺乏一个统一规范，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公约呢，可以补足政策不足，特别是说国际间也有一些塑胶废弃物的流向跟管理不透明的问题。虽然台湾无法度以官方的身份参与谈判，不过环境部孙宽恕有派学者、相关政府人员去到现场专程观察谈判的进度。环境部长表示，2018年公布塑胶减量的政策，2025年要全面限制使用，政府会以实际状况哪做哪实现这个目标。因为马上2025年这个全面限用就要到了，我们估计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必须很务实的去重新再设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可能也要更扩大范围。面对2030年市场一改性的塑胶制品要全面禁用，环境部表示，这个目标未改变。这就是环保爱地球的事情嘛，所以。一方面啦，我是觉得自己应该要调整自己的消费的一个习惯。那另外一方面，我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弹性的一些期间，让大家可以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政策。民众表示，全面禁用可能有淡薄仔困扰，希望会使有时间通适应政策的调整。另外，环境部也表示，等到全球塑胶公约伫第5届谈判过了后，有明确的规范。台湾会配合公约的目标来调整减塑的政策，辅导相关产业转型。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定古迹中华孔子庙头前有一丛50年的老青仔，是当地正重要生物基地。不过今年找这树仔破病了后，治疗了后是效果不明显，经过专家评估，认定是爱甲撤掉。中华县文化局特别举办音乐会，还有祈福活动，感谢这老青仔陪伴过大家。一组一组的学生囡仔轮流表演，用歌声、音乐声，要甲这丛有50岁的老青仔相识。国定古迹中华孔子庙头前的青仔树，树叶仔生甲真旺，袂少人会伫遮休凉。即阵因为树仔破病，准备撤掉，民众拢真毋甘。就感觉足够好笑的，想要来家己纪念一下，来听这个音乐会，来看老树。这丛树仔已经50岁啊，嘛要甲刷掉，感觉足毋甘的。中华县文化局表示，这丛青仔树因为着病、树壳感染，烂规大片，阁有白叶，进行防治无明显的效果，树仔有倒去的风险。县府决定甲老青仔撤掉。文化局嘛特别举办4名教育活动，透过音乐会甲祈福活动，感谢老树半世纪的陪伴。祝老树可以在天上开心，然后做成吊饰给我们，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祝福新的树欣欣向荣，长得跟老树一样茂盛。这丛榕树会当讲是大家重要的记忆啊，所以我嘛计划讲在这榕树移除了后，阮会做一个处理就后摆会做一个这个钥匙圈。文化局预计后个月就甲这丛青仔树刷掉，会甲健康的树枝摕来做锁匙箍仔，送予参加烧尸活动的民众。刷后会伫共一个所在改种橡仔树。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南赤坎社区发展协会含这苏俊英奖中文舞剧团来合作，举办2体青红仔体检，佮再加入咧台记俗间，还佮笑亏是趣味佮精彩。
布袋戏的师傅伫台顶用红仔扮演两个角色，换角色的时，无论是讲话开口，也是红仔咧行的骹步手路，都要有变化，嘛互大卡的大人囡仔看甲无腻目。唔敢若看戏名，这回赤坎社区发展协会甲戏团请来社区内，教大家掠红仔的美角，嘛互因体验红仔安怎拍练刀。这头家咧体验的民众讲，想要弄入去红仔内就有困难啊。较早咱家来看的，人伫戏台上咧演啊，咱伫戏台骹咧看啊，即个会当摸着啊，真新鲜。摸的这个感觉咧，你是咧摕这个操作啊，恁感想安怎？哦，这无简单。虽然甲讲，迄布袋就是安尼行，骹步安怎安尼，迄个伊咧讲会当变声，会当迄个安跳来跳去安尼啊，真牛啦。来体验的民众对6岁到90岁拢有。苏俊英奖励布袋戏团讲，布袋戏是台湾本土代表性的艺术文化之一，因认为入去社区推广是延续本土文化真好的方式。布袋戏体验是当做整个计划的最后一环，可以让整个亲子、让社区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平常在镇头或是在庙前面看戏台。平常不会去主动去接触到那些戏友。布袋个这样代表台湾的文化，借由啊，甲社区的结合，或者的居民啊，会当来报名，会当来操演布袋戏哦，包括红仔身段、前膊跳，无共款模样的操作，也佫有呢，背身的正地吼，欣赏着红仔的细节啊，这是这届社区的这个教学非常重要一项代志。即摆布袋戏的市场是豆豆仔的戏迷，剧团嘛讲，因演出有对时代的调整，演出内容嘛加入台语俗语甲笑开，互民众哪看戏哪学台语的智慧。因望大家通继续支持本土文化，看到传统艺术的水。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5度到23度，也过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